同款嘛是爱甲武汉肺炎防疫的这个疫情风险降到上低，国家元首防疫工作同款嘛爱升级。总统撰文坐车专机定期间都爱消毒。另外，走行程吸到的物件，卖具或者是港台，拢爱用酒精棉片先拭过。24点钟保护总统的安全，因分时间嘛分无同的所在来办公，降低做伙围着的风险。本地规划4月底爱办的汉光演习，即嘛延到下半年才过来做。出席新竹市马甲儿童病院的开工典礼，伫咧总统上台讲话进前，维安人员甲会吸到的所在甲物件，拢先用酒精片来拭过。那么未来新竹市马街儿童医院将成为桃竹苗唯一0到18岁的儿童专门的医院，受惠的不只是新竹市民，更照顾到整个桃竹苗地区的需要。即马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，特别注意医疗量能的重要性，防疫嘛爱对咧升级，随后对伫咧总统身躯边保护安全。特勤中心有定抗疫的计划，分时作息，营区内底规划第2办公室，人力来分散，减少开会，改用网络的方式来开会，而且管制休假，劝同事暂时莫出国。原本预定伫咧4月底举办的汉光演习，考虑到疫情的问题，决定会来延后。疫情的严峻性我们已经在做规划评估，4月份的电脑并且推演因为它是在密闭式空间，而且参与的是所有国军重要的干部，我们已经在评估，延到下半年来实施，演习照样会做。总统府的防疫装设红外线温度监测仪，搁爱量体温，若是超过37.5度，就袂当入去。入口的所在，搁有准备打洗手，疫情升温，政府单位嘛袂当代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